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。伫白话字圣经第22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银幕。所以着真足看恁所行的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的，着保守机会，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，所以毋通戆戆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老应验传道来讲道，伊讲道的题目是好时机莫走，好时机莫走。主内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互咱伫一年的上尾一礼拜，咱会当组织。我看到今仔日真侪兄弟姊妹对无共款的所在，佮转来甲咱台湾，咱会当相甲来组织。今仔日来这聚会实在是真大的福气上帝透过应验传道，要来讲好时机莫走咱相甲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，阮感谢你，你这样听阮。主这个福分真正大，阮有你互阮的身份，就是主你的囝儿。主时时你拢保护保守，主你要应允，互阮每一个时机中有主你的看顾甲祝福。主恳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启示，互阮听了会当明白，而且阮会当来行出来，活出主你真理内面的真的福气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新年，咱总是会讲新年到。哎呀，好运想要到吗？新年到，好运到咱总是望有好的时机虽然咱心内真明白，好运实在甲天助人助有关系，就是讲咱人嘛是爱打拼，但是咱也是望伫新的新春，咱望有一个真好的话来甲咱中间，就是好运会当来的。俗语来讲，来得早是巧真正真重要啦咱有一寡代志足急的，总是哎呀，若是时机到，临门一脚免两脚，一脚就好，就就成功，马上迄个效果就真好什么时阵来出手，什么时阵听效，实在是真重要。咱拢有等公车的经验，咱等一班咱细汉时阵即马嘛有等公车，总是即马有啥物？迄个 APP 会当送完，对无当时公车会来，总是新年新春，咱定定开车好不容易哎呀，敢若晓车位。咱要紧开去的时阵，人唰，歹势，人摕去好搁找，拢找无好啦，无来别位。咱一来别位的时阵，后壁的人刷出来你有够气无？总是足气的咱人的时阵，总是感觉讲，主你敢会当互我看你对你遐来的内幕消息，然后我通好有内线交易，干嘛呢？上帝时间表，你敢想要知？咱今仔日就要来学习，伫咱人生中间，咱有真侪的选择，咱是毋是要来明白搁较侪？上帝要安怎伫咱的一生中，互咱真做有智慧的人，互咱搁较来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心意。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讲伊伫遮讲，咱就真足着来看。咱所行的怎样，毋通亲像无智慧的人，着要亲像有知识的人，着爱保守机会，因为当今的时势真邪恶，所以毋通戆戆啦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咱再过来读一遍，敢好？请着保守机会，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，当今时势是毋是邪恶？
是拍开新闻，搁邪搁恶，就是即马。所以上帝伫新年2015年要来提醒，透过应验传道要来讲，上帝好的时机，咱要来把握。咱毋是干那话讲，莫走，莫走，你拢无走，干那莫走，伊嘛是走去。来啊呐，莫走，莫进，拍拼来莫进。什么时阵是上帝的时机，叫咱来迈进，咱就爱来明白，咱通好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咱要讲，咱要选择的时阵，真重要就是好时机的好。好时机，咱首先爱确定，咱选择的时阵，要做这个选择的时阵，咱的动机是毋是有好？咱若有好的动机，就要决定有好的结局，甲好的结果。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保罗就是讲要回应第1节甲14节，咱今仔是对15节开始读起。保罗就咧讲头前，伊安怎讲着？伊讲有的人吼，伫个人生道路上吼无谨慎啦，伫言语上吼选择讲白贼、诽谤人，伫个言行上、咧行为上选择无要活出即个圣洁。因的行为呢，甲咱所受的恩无相合啦。咱的性命嘛，活要出耶稣的样式，甲福音的即个真正的自由，甲福气。所以保罗伊就提出来讲，咱来谨慎啦，伫咱的生活甲咱的这习惯，特别是咧选择的时阵，真侪选择对透早较单。我相信你选择已经选择要食早起，要穿搭一领衫，要安那来甲教会，甚至来甲教会，选择要坐搭一个位。当咱咧做选择的时阵，咱要有智慧，毋那干那头壳有咧想有智慧，爱对焦咱的动机是啥物？咱目睭、咱喙、咱耳仔、咱所做，拢爱有智慧来选择。基督徒上需要谨慎的生活，因为咱毋是干那为家己来生活，咱基督徒是带着上帝的形象，咱是上帝看应，有上帝听拯救的看应伫咱的心上。咱代表毋是一个人，咱代表乃是基督的身躯。就亲像当礼拜陈牧师讲，咱就爱是光，咱就爱是盐。伫黑暗中，伫即世代真邪恶黑暗中，咱是代表耶稣基督。咱就爱有光，自然发光，毋免钻木取火哈，无遐辛苦啊。今仔咱就是要来学习，要安怎甲上帝连接，咱就真自然发光。毋免安尼艰苦打拼，毋免上帝讲你甲我连结，你就好像要结什么好果子。所以首先，咱爱想好的动机。你每一遍来要选择时，确定的是你有好的动机无？咱就要来讲，什么是好的动机？什么是有智慧呢？伫圣经中间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。愚妄的人安那藐视这个智慧，甲价是无爱看。无爱看这个，安尼咱就无法度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咱要伫保罗搁较过来，要来教示咱，要来教导咱，就是要外口的人甲因斗阵的时阵，咱爱有智慧来行，着保守机会。过年新春，咱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咱中间，因或者也毋捌这个福气，毋捌这个救恩。当咱甲因斗阵的时阵，咱就爱有智慧来生活，来活，来选择做出合上帝旨意。所以咱就要想，咱的选择，咱的目标，咱的动机，就是要爱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要来互上帝来欢喜，为着是要安怎4字，上尾迄4字，咱斗阵来念，请荣耀上帝。过年中间，咱每一个甲无捌上帝的人，也是捌上帝的人，咱三甲组织的时阵，咱就是要爱荣耀上帝。传道拄有讲哦，咱是有福气，富有的人2.4亿，紧摕起来用下。这个祝福，咱斗阵的时候，都是为着什么目标、什么动机？记忆，荣耀上帝。记忆，咱要做就是要记忆，讲荣耀上帝记忆。第二个忆，失忆，就是我要袂记你，毋是用荣耀上帝的。人得罪咱，咱要袂记你。安尼，咱的人生就会当成做荣耀上帝这个动机。这个动机真重要哦。
安怎来讲？就是讲啊，阮有一摆，我甲阮的总神哥啦，吼啊，咱的贤哥吼，斗阵开车去甲台中五日，啊，阮要去倒位？阮要去南投，要去迄个埔里，啊，阮去甲迄五日，哇，迄出口足济啦，吼，开车，哦，到底往北啊，往南，往遐，哦啊，这条，开，哎呀，开甲足欢喜的啦，安怎？对面车道吼，排甲敢若停车场的塞车，啊，阮这边啊呐，哇，足快，选择对还错？对，吼，选对啊啦，一条足通的啦吼。咱若新春出去吼，上爱就是迄落无塞车的对无？吼，哦，选哦，要来去埔里，开足欢喜的。哦，迄落龙井到啊，哦，足欢喜的。哇，通宵到啊，哦，足欢喜的。恁是哪咧笑？阮足硬人的呢，吼，开伊遐限速110，对吧？吼，阮韩国开偌济？119，伊讲无要紧，安尼袂去翕着，安尼翕着吼，无算小安尼吼。开愈紧，离目的地愈安那，愈紧啊愈远啦，啊，着方向毋对，主啊救我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咧做选择的时阵，你的目的，你的动机，咱新年新正的时阵，有真济。人甲人斗阵的时阵，你会足侪选择。我要讲即句话无？我无爱讲即句话无？请咱上4字应邀上帝。你的目的若对，你就知我要编织安怎的记忆，你就是有头一亿富裕的人。人若得罪我，我要应邀上帝无？我要放互伊袂记哩无？我要了下伊无？第二个亿，第二个富裕，咱要爱无？拢无人要爱哦。第二页足重要的哦，你着爱安那赦免伊，你着爱失业，甲无好人得罪你的赦免伊，相信咱的人生就会真富裕。所以咱做决定的时阵，对准目的地爱真重要。好的动机会决定好的结果跟好的结局。所以咱做决定的时阵，先确定是毋是应邀上帝，这是咱教理母讲的咱人生活地上重要的目的。好，咱要来讲时间。哦，迄这时间哦，一直过，一直过。我即摆咧讲话时间都过啊。这时间的主，咱咧伫有上帝的时间表无？我真想要知影，编几部？这拢讲古早的代志，也无讲2015年的代志。总是上帝的时间表伫遮。上帝伫圣经中间头一句话就讲啊呐：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，所以创造时间的是咱的主。咱人伫上帝的隐形这个时间表，咱的生命的内涵，咱是有限的，但是上帝是无限的。所以上帝伫咧这个时间表，伊掌管所有的。伫咱这时间表内面，咱要安怎伫上帝万美有时的时阵，咱通好来做出有智慧、受祝福的这个决定，一个好的时机，咱是要安怎来掌握？咱是要安怎来努力来迈进、来迈走，做出好的决定来迎光咱的上帝。所以咱伫个时间中间啊，咱袂免你搁较来谦卑讲主啊，恳求你来引带我，互我知影你的时阵。所以但总是你会想，你会讲，耶稣毋是讲安那未来隐捌的事，拢属伫啊啦耶和华咱的主，咱敢通好知咧？连耶稣家己都毋知哦，隐捌的事连耶稣都毋知哦。总是安那，咱咧毋知中间会使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。咱来读即句耶稣所讲的话，敢好？请，若是论迄时，人毋知，伫天里的天使也毋知，囝也毋知，独独爸知伊。好，咱的耶稣伊讲，什么事伊嘛毋知，所以隐捌的事实在是伫上帝的手中。啊，咱真正毋知上帝的时间表，总是你讲上帝啊，你哪会遮尼无慷慨啦？你互我看一目就好啊！上帝有要互你知无？上帝有要你行伫伊的旨意内面无？有啊！即英文讲你爱明白上帝旨意，总是上帝啊时咧倒。上帝讲，你每一天爱来到我的面前，透过圣经。
你所行的目的有因光上帝，有行公义、好人民，安那存着谦卑的心，过来咧，甲上帝同行。所以咱咧做决定的时阵，来看上帝的旨，有应邀上帝，有行公义、好人民，有安那存着谦卑的心无？伫过年中间，咱咧甲人斗阵时阵，爱会记哩，毋通互别人安那一个吃亏，因为上帝安那，咱来行公义、好人民，存着谦卑的心。所以上帝实在是已经要甲咱讲，叨一个日无明明甲你讲，总是伊讲有时，所以咱就爱来听，咱就爱来会记哩，定定透过读经、祈祷，特别是过年中间，咱较有时间读经祈祷，毋通停止聚会，甲咱的兄弟姐妹三角连结，咱就通好彼此来安慰，夫妻来帮衬。咱伫聚会中间来要来显示，真侪人要问传道，讲传道啊，你敢会使为我祈祷？互我讲知影即马是毋是爱出手？即个时机到底是安那？咱要讲聚会中间，毋是咧讲方法，方法拄则传道拢甲恁讲啊。咱就是甲上帝来连结，咱就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。咱搁较要讲的是，上帝的心意虽然爱问上帝，因为上帝的旨意当然问上帝嘛。你问传道嘛，传道嘛毋知，总是上帝传道会当陪你。你问小组长会使袂？会使，总是伊嘛是带你到上帝面前。咱要搁较济来问讲，机会是显现啥物？你甲上帝关系，你若甲上帝关系真密切，你就知影上帝的心意。你若甲上帝真大心，你就知影时机在倒位。因为上帝要爱你用信心甲伊军队行这条2015年，所以咱要讲这个方法毋是咱拢知，总是关键伫倒咱甲上帝中的关系。咱真侪时阵爱做真侪重大，特别过元年，真侪人要换工作，或者有人要搬厝，或者有真侪决定要选择一个学校。咱是要问上帝讲，传道啊，我这要搬厝，我要换工作，拢有行公义、好人民拢有啊。嘛有存着谦卑的心吗？我拢无大声哦。总是我来问足久，主你拢无回答我。特别是我辛苦病痛的时阵，这个是咱要搁较谦卑来讲，主啊，你要爱我还是啥物？如果你若抑搁听无上帝的声，毋知上帝的旨意，刚好你就来行看卖。伫上帝内面，上帝每一工要透过上帝话语来教导咱要行叨一条路，然后咱要真负责任，毋是讲无选择，放在烂，毋是，咱就要卖这个负责、成熟的这个旅程。上帝内部的消息，若有人甲你讲，我去讲这个投资够赞的，我去讲什么是世界的末日，拜托的，比红单一张，不符合真理。上帝无甲你讲，拄仔圣经讲，无迄个定叨一个是世界末日的事，这是无符合真理的。因为上帝听咱，要爱咱甲伊的关系是更较密切，要咱透过信心行这条路。上帝不时要透过圣经祈祷、聚会、牧师讲道、手中有人敲手中，第一场就有人敲手中就开始咧喊啊。透过这么恬静，因为伊咧世间毋捌恬静过，总是伫手中内面就恬静。所以咱刚好伫即中间，咱就爱把握咱的时间机会。咱斗阵的时阵，毋是干那喝咖啡，爱喝咖啡啦，因为咱楼骹即马咧咖啡福音来遮喝咖啡。咱爱喝咖啡，敢聊是非敢好？比毋好，咱若亲戚朋友斗阵喝咖啡，拜托毋好聊是非，爱把握时机，要掌握着光阴。咱就爱喝咖啡，安那聊心扉，伊心内。你也甲讲福音，讲我爱听，你拢叫我做人。咱喝咖啡，聊心扉，有真侪人心真白白，真孤单。飞地毋通饲金鱼，总是一定定去饲。
一杯搁一杯，唔通，咱邀请伊来咱楼骹创啥？喝咖啡，跟他聊心扉，互伊知有人听伊，互伊知有一个上帝真听伊。所以咱人，上帝无爱咱人按照讲这个时间表来无消息，然后内线交易，毋是。上帝要讲，我今日来，每一天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要互你每一天教也稳定。你来，你靠着信心，你愿意顺服无？你若愿意顺服我圣经所教导的，上帝就要来祝福你。C.S. 路易斯就是《纳尼亚传奇》一个作者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当上帝会当一目安尼一目就会当成就的完美的代志，伊确实要互咱安那用真慢，搁真笨的方法，因为伊就是要爱互咱有自由意志，互咱选择信心，互咱选择倚靠上帝，要用伊的专灵甲咱安那三甲斗阵。所以上帝伊限制伊家己的能力，伊要爱互咱邀请咱甲伊同工。上帝总是安那要咱来选择，要来甲伊斗阵人生一条路程。上帝毋是无法度，上帝大有法度啊！总是上帝限制他的能力，就是要爱互咱长大成人。咱遮足侪做父母的嘛是啊，咱的囡仔摒扫生活可能真含慢，总是安那毋通甲因剥夺这种学习的机会，互伊做，互伊去面对，互伊去经验，咱的囡仔就会长大成人，就会成做真负责任的人。一个真有名的报道家，叫做拉维，伊伫神学院上尾一年的时阵，伊去甲越南来传福音，有4个月的时间。伊总是伊伫越南的中间，伊需要翻译，所以伊请一个当地的青年，17岁来做伊的翻译。4个月了后，越强即个摕甲迄个越南征服了越南。即个少年人因为伊接受福音，所以伊被抓去监内面。总是伊抓去监内面，伊每一天拢安那，拢互遮的越强安那抓去洗脑，抓去安那苦毒。因为伊讲，你要信耶稣无？伊讲我要信，我甲拍。你要信耶稣，我要信，我拍。有一天，伊决定，伊无爱阁信耶稣啊，有够艰苦的。这是一个决定。第2天，伊就派去做上垃圾的工作，就是去洗便所。伊伫遮便所洗的时阵，伫迄个屎仔坑内面、屎坑内面。发现一张足细张小碎片子，边这搁较细张破破，内面有写英文的字，伊就甲捡起来。顶头还有物件是别人的物件，伊捡断了甲洗洗。暗时伊笑足细个光看，这个纸写啥物？咱斗阵来读刚好，请。个咱在万事三角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。第2句，之罪个过长咱甲基督的听。这个17岁的少年人，不管这个张纸顶头还有啥物味，伊就靠摕着这张纸来黄伊的目屎。讲主啊，你安慰我，我才决定讲我不爱相信你呢，你就透过安尼来安慰我，你的话语，互我通好得到帮助。人禁止叫伊袂使读英文的圣经，总是主啊，你用这个方式，互我知你对我的听无隔离，互我知你无放杀我。这个少年人第2天，伊就甲这个主管讲。报告组长，我逐天拢来洗便所，较袂去互安那去互苦毒啊。因为伊咧外口吼，拢一直互骂，毋是安尼尔。因为伊伫即个所在安那摕到一个祝福，所以伊就甲即个主管讲：我逐天来洗便所，所以逐天咧便所拢捡到一张诶，顶头拢有别人诶物件，垃圾诶啦吼，伊逐天洗，逐天拢一张英文诶经节。佮按照罗马书拄啊第8章对无？第2天就第9章，
第3天就第10章、11章，是安那安尼？因为这个主管安那，逐天为着要藐视英文，要藐视圣经，人送的圣经，伊摕来安那，逐天用一张啦。人的心意，要藐视上帝圣经，摕来用上垃圾的，总是万项事拢互相安那，互人听主的人得到一个利益。万事互相效力，互咱知上帝无离开咱。这个少年人因为安尼，每一天得到上帝，对上帝遐来读经文，伊搁祈祷，总是伊无法度自悔。伊嘛无属灵的同伴，因为越人无啥物基督徒。有一天，伊互人放出去啊，放出去了后，伊就甲伊的朋友计划去做一只船，伊要倒去美国。当伊拢计划好了后，因的朋友嘛拢参详好啊。明仔载早起，就要坐船倒走。就伫即天阴暗时，足暗的时阵，有人拍伊的门。足急的，伊拍开看，这门还无拍开呢，外口4个人杀出来，穿制服的，越强的兵丁，一入来就抓着伊的胸坎，你是毋是想要逃走？请问，这个是要点头要摇头？要点头，请咱表示，这个时阵若是你要点头摇头？无决定就是决定哦。点头的人举手，有人哦，恭喜哈！啊，摇头的人举手，这跟性命有关系哦。好，这就是人生啦。这个17岁尔，当然是安那，保命要紧啊。摇头还点头，以后甲头壳都要落去啊啦！无，我唔敢。这4个讲好。看你敢唔敢出去？总是因每一天甲上帝关系足好，读圣经，无自悔尔，但是伊定定祈祷。这4个人兵丁出去了，伊心内足艰苦，讲主啊，我哪会做这个决定啊？我心内真无平安，是安那无平安？主啊，我是为着你荣耀上帝名真重要呢。主，你保守我的名是介重要呢。但是我内心真无平安，传道要讲的就是，当你若心无平安，上帝关系甲你足好，你甲上帝足大心的，上帝甲你伊的心意放在你的内面，你就知是毋是爱出手，爱讲话无，还是点点就好。这少年人讲：主啊，我知，若是这4个人搁入来，我就讲是，我要逃走。心内有一点仔想讲，这4个走起来应该袂阁回来啊。安那，但是安那，一边搁较歹的声，门是用踹进来的，这边搁摕啥枪？阵啊，对门口一个就甲一个墙边，一个就甲堵去遐。你说，当然毋是讲这个话啦，越南话，你是毋是要逃走？这个时阵要摇头，要点头，要点头啊摇头，啊，还有人摇头嘛吼？真正这个决定足困难的。伊讲是，我要逃走，无你是要安那？你搞你啊！我有主通靠，无你是要安那？你好大卖走啊！伊真正无走，随归落。这4个人，拜托的，带阮走好无？这4个人。甲因坐这条船去到美国，好佳在有这4个人，因为因普通是有训练，啊无这船一定安那变嘛。越南要去到美国偌远呢？坐迄细条船，上帝心意，什么是好时机？毋是咱人，咱会当想，咱会当计算的。上帝时机只有甲伊关系真好的，伊囝儿知，而且你愿意来顺服。上帝要互你知，要互你知影，要安那过的。这个少年人要也去到美国读伯克莱大学，佫真做真有名的这个商人。伊有一天佫转去甲拉维因兜，
伊见证甲拉话遐囡仔讲，上帝时刻甲我伫地，恁爱相信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透过这个少年人，嘛要甲咱讲，2015年，不管咱拄着什么代志，上帝要甲咱伫地，咱若甲上帝关系，透过读圣经、祈祷，无停止聚会。甲咱兄弟姊妹属灵的同伴，咱大人三甲彼此相听扶持，上帝要甲伊的心意清清楚楚要甲咱讲。或者你会讲，传道啊，我就较戆呢，啊，我就无啥物敏感，啊，我拢毋知呢，我嘛拢无感动，啊，拢无讲迄落无平安啊安那，我拢毋知要安那。上帝咧要讲，你若毋知影要安那行，无要紧，先行再讲。即句话咱斗阵来读敢好。耶稣讲，请。人若愿行伊的旨意，就会知即个教示是对上帝出，也是我对家己来讲的。所以咱就爱讲，无论主讲啥物，我拢要去做。上帝要爱是咱有即个心志无？咱就是行出去，咱就是立志。主啊，你的心意我虽然也无明白，总是我豆豆啊调整，目的若是荣耀上帝的，我慢慢啊。若是安尼，搁听看卖，啊，毋好冲动就对啦。但是爱有行动，讲我要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行。上帝要互你真清楚知影。传道伫咧拄好要来嘉南教会时阵，我一生中要甲毋好讲几岁啦吼，毋捌去过5点，我去到台北车头。我3年前要去到台北车头，特别要去坐火车吼，迄个电扶梯吼，特别就节约能源，啊，拢无叮当。啊，我就坐一大轮去坐迄落升降梯，但是升降梯爱坐足远的，啊，佫爱等。头一工也节约能源，第2工也节约能源，第3工节约能源，我挡袂掉啊！我是有读册的哦，我是捌字的哦，我是知影台北市民有关系的哦，我有残障手册哦，找残障手册，你要去找迄落穿制服的啊！我讲歹势，我有残障手册，敢袂当？啊，迄落节约能源帮我开一个，吼啊，互我去2则佫节约能源好无？啊，无我行介远，你知无？哦，迄个穿制服啊，安那笑笑，讲小姐，你有读册无？你捌字啊？毋捌字？我捌字啊！迄4字节约能源我捌字啊！我来，带足远的来到遐，啊，你看这写啥？节约能源啊？毋是啦，啊，你毋捌字啊？好啊，你行起哩就对。我无啊，伊拢无叮当，啊，你行起哩啦。啊！你就行起哩，无啦！啊，就无顶头行起哩咯吼，我就无法度爬楼梯啊！啊，你就行起哩就对啊啦！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捌拄着无？捌吼，爱行免行，因为伊行起哩伊就，啊，恁哪拢比我较厉害啦！恁捌哩，我毋捌哩。兄弟姊妹，真济时阵，咱就是互家己限制，咱行就对啊。上帝心意讲，慢慢啊帮咱开门。咱行得着，总是咱来谨慎咯，毋好匆忙。听上帝的话，是毋是下上帝旨意行公义？好人民，你先家己先决定啊！上帝真清楚圣经写啊，你毋好家己拢无爱决定，做歹代个讲上帝啊，你拢无甲我开路。有好人民无？有存着谦卑的心无？第4个真重要，你有甲主三角行无？你若甲主三角行，你要知上帝的心意。上帝要一步一步，总是伊无要互你看时间表，但是伊要甲对伊遐来心意来显现互咱听。所以毋茫伫2015年，咱要照着信心的即个实果，要来追求上帝，甲上帝美好的结连，咱明白上帝旨意，而且咱立志，卖走，卖力用力的走。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咱勇敢要成做上帝所喜乐的即个聪明的人。最后，我要讲一个见证啊，麻烦这毋好录啊，吼，好，因为这个牧师讲袂使录啦，吼，袂使放在网络上吼。当礼拜我去参加年会的时阵，我搁去拜访，捌来咱教会旧年来咱募款，啊，因妈啊真感谢咱。